底性低气压甲低压带影响将台湾有真侪县市雨拢落袂停。新北市湿地的标准检验局围墙，那亲像是抽水管破去，结果围墙放落来，各地嘛拢传出部分的灾情。气象署预告，这阵大雨会落到明仔载拜二的头早。监视器翕到墙尾放落去当阵，土粉也甲规个水规个拢呛出来。这是湿地标检局附属单位的墙尾初步看起来是抽水管别开了，水阴伤悬，墙尾才会放。那据了解，这边是抽水管最原始的抽水管有破裂，那也许是因为这样子导致这围墙这边围墙过去这边水压力越来越大。雨落袂停，受到热带性低气压加低压带影响，昨气象署对全台湾10几个县市发布大雨警报，也出现一寡灾情。贵人河伫暗时水位有到50境界，将在当地居民回报上新的情形。落雨天，路骨阁看袂清楚，塞车爱注意。昨暗伫新庄的中原路甲昌平路口，两台车去围着，好加载人即个轻伤。经查黄女驾驶自小客车行驶时与同向叶兰所驾驶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导致黄女的车辆翻覆，造成黄女及叶兰车上的张女受轻伤。大家拢想要知影雨会落到当时，气象署估计雨会一直影响到拜二透早。伫拜二日时，低压带就会离台湾愈来愈远。因外注意伫今仔日台湾西半部加宜兰规港，可能还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降雨可能在下半天、下午这段期间是比较明显的，比较容易有强降雨的情形。所以虽然整体的降雨已经比昨天跟前天稍微缓和许多，但是今天的下半天在桃园以北以及宜兰跟花莲地区仍要注意这种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拜三、拜四过了，水气会愈来愈饱，北部加东半部地区可能也是有一寡局部降雨的情形，不过就袂有这么明显的强降雨。不过出门的时阵，雨满雨伞也是会传的。记者综合报道。